下礼拜一會開學，今日係登校日，也學校日本土生埋嫩嘅少拿國小嘅學生嘅，今日呢，伊能嘅心情係過緊張又過期待，到甲仙國小去報到，因為開學要睇幾篇上課嘅，先生也特別發新嘅書包同文具用品，鼓勵亞群23嘅成人呢，為學院投稿意見，希望伊能使得大家融入新環境，安心讀書。第五區嘅研究上下，甲仙國小嘅學生嘅排列嚟行到運動片參加升旗典禮，其中咪包含23名到諾貝圖書嘅少拿國小嘅小朋友。少拿國小一夜之間本土上流 App 並啲學校嘅東西做起模特嘅，先生特別發新嘅書包，含個上課嘅用品本小朋友。拿到新嘅文具，小朋友歡喜嘅，簽字填標題，風采帶來嘅送通。謝謝老師。鉛筆和尺和插畫鉛筆，還有小鉛筆機。有一些善心團體提供我們小朋友的一些這個禮物。拿到使用嘅小禮物，鼓勵小朋友做得繼續好好讀書。高中未再個為小朋友做心理建設，希望大家唔好上暗道，安心嘅抵押上課。今天我們不得不離開我們的小林國小這一所這麼可愛、這麼美麗的一個校園啊。那來到這邊，我們要借助甲仙國小這樣一個校區。來這邊上課，我們盡量讓所有的小朋友能夠在這邊學得非常的安心，非常的快樂，完全的融入到這個學校裡面去。下個禮拜日8月30日今日正式開學，為到照顧一啲好彩抗過災難嘅學生嘅，學校會安排學生嘅簽字去托付權嘅旅館，陪無限定重建家人嘅家長安心做自家嘅事情。下個新聞連經由齊飛定高雄報道。